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來》咧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。今日節目當中哈，我同大家來分享也係講，所以果子係，也係講所以甜點咯。因為吼，做乜嘅愛小姐佢，我知道佢做得算係台灣之光。因為你看到全世界咁多國家，是像台灣有咁樣嘅東西，所以佢係咪講咯？大家做係台灣啊，本大家嘅提示吼，第一。而食起來 Q 滑滑，第二做得搭配呀酸咬嘅檸檬瓊下食，有想到係乜嘅東西冇？好，公布解答，有人喊佢按到奧油，沒有人喊佢按到乒乓。今日嘅節目當中吼，特別邀請到嘅來賓係對花蓮來嘅，繼續來分享佢，分享范振輝范大哥，分享。大家好，各位觀眾，大家好。好，分享范大哥來到節目當中哈，今日就係愛來同大家來小結奧油一項東西，對不對？就像大家一開始講嘅，奧油其實係當特別嘅東西，像台灣有聽聽，做乜嘅按特別全世界按到國家呀哈，農業技術按發達啦，應該當到地方就做得中章錯噶，做乜嘅像台灣有呢？就過去嘅經驗嘅報告都會講。其他嘅沒有人台灣人農民遇到大陸去，沒有遇到到那個印尼啦，柬埔寨。這個氣溫啊、氣候啊，較接近的素材。係，啊，其實嗰邊一種時間呢，主要是因為佢係一種嘅運化過，佢化喺啲過嘅地方，啊，佢嘅公嘅老馬是分開，我靠那個盆嘅，我叫嚟疏分。咁嗰啲日本人佢唔停過去啊，一種疏分搞法嘅嗰種蟲誒，像台灣醬油，係一種蓬誒，對唔對？係四十蓬誒。哦，啊，佢冇強樣嘅蟲誒，比如講，強樣嘅蓬誒有當多種品種啊，啊，佢冇較強嘅品種做得來同佢疏分來同佢搞法係。主要是兩隻蓬誒吼，我有批到兩種嘅米。奧油佢會變出兩個香味出來，啊，兩種盆嘅裝會裝成一批。你那冇兩個香味時間吼，其實盆嘅都唔低，佢不到那搭去嘅。佢從細都習慣關係兩種嘅奧油，佢個會變出來香味，佢才有辦法去裝到兩個地步去生存。按樣睇起來呀，奧油同呀按樣嘅盆誒，看起來係一種共生嘅一種關係，對不對？魚幫水，水幫魚嘅概念。因為我有聽過啲像中國啦，係講其他國家，沒有差唔多嘅按樣嘅同種嘅植物按到比例。對，這是他們的愛玉的親戚嘛，對不對？加兄弟嘅，加兄弟嘅。不過食出來嘅口感就係同台灣嘅奧油冇同樣。其實就較硬，冇軟按翹。像愛玉奧油，就像台灣有聽聽，因為同這個愛玉小蜂按樣嘅共生嘅關係，係唔係做得同像大哥同大家來分享小結一下？上來呀，愛玉小蜂同愛玉家到共生嘅關係係乜嘅意思？按到共生。係，係佢嘅理都係講，像了解係公嘅果，係公果地杯呢，佢以前啲那個盆嘅佢啲個地杯呢，做得。盆嘅啲啊，麻嘅啲啊，裝入去地杯，佢啲公嘅地杯佢變軟。哦，麻嘅愛玉小蜂裝到公嘅果子地度，佢啲地杯變軟。哦，變軟以後呢，9、10日一天9、10日以後，呢個軟呢佢會鋪出來。啊，鋪出來以後，公嘅呢先佢會啲軟佢會裝出來，裝出來公嘅會前麻先搞皮。公嘅蟲嘅會前麻先搞皮，搞皮以後公嘅都死啲兩個公果地杯。啊麻呢，佢都會每佢都會啲兩個公果兩個每獨兩特別，佢係要花粉。哦，所以兩隻盆嘅，佢那啲兩佢帶有兩個卵，搞皮過嘅卵，經過兩個花粉期以後，佢會啲兩特別背出來。裝出來以後，佢無形都帶有兩種東西，帶有兩種東西，一個都係狗皮膏嘅卵，一個係花粉。佢有啲腦背背嘅油脂嘅，啲都係麻。
公的肥唔出來，因為公的佢冇熱。故說公的就是佢規身人就愛帶啲廣告地方，廣告地度冇辦法出來。係啊，你每度肥出來，你個棚的呢，佢要去批到。你個公果也好，麻果也好，佢要變出啲香味出來。香味呢，佢哋個細粒每度粒特別有早前頭、20頭，佢要開出0.1安泰嘅孔。0.1真即一啲嚟聽聽像你枕頭安泰聽。啊，唔就比眼講行較細。眼講40眼講安泰差唔多。啊，佢要批到2米以後，佢要轉一批。不管你公果也好，麻果也好，佢變出來香味香樣。香以後，佢那轉到公果地杯，啲公果地杯變爛，啊，你啊該解爛，又係一台嘅開始。就是公果就係本地強身人嘅素材，血身人嘅素材。麻果就係做得高發，就做得又產出這個愛玉子，對不對？佢那背到了解麻果地杯呢，佢都會搞粉嘅，搞粉以後佢都會變了解哦，有現出來，有現出來，嗰時佢按到韻花果、櫻花果嘅意思，就係夾個印，全部就啲果子底度哦，對不對？全部都。啊，佢了解裝到啲地杯以後，佢都會有嘢搞法，以後佢都會有現出來。啊，從了解都係嗌特別咧帶小個嚟俾大家看，都係講佢嘅樣板都按到互相利用。向下來生存，互相利用都係講，你啊該公果呢來學其他個棚呢，麻果呢來學佢自家，從你個棚呢到了佢都變熟嘅，變熟以後呢，你個人呢都會熟，熟以後你個果水呢打開來，就係打開來，打開來以後，佢嘅目的啲哪搭咩？去本來啲動物。調嘅也好啦，也係你嘅烹味處也好啦，食到以後，佢那個果都有營養，佢嘅人呢唔會被消化，等佢都屙屎我都傳遞去，所以講呢，烹嘅利用呢個果來解一胎一胎來延續到解後胎啊。你個果呢，麻果麻煩到你個棚誒來搞法以後，佢要做得佢嘅奧藥本身咧，樹嘅一胎一胎搞法，所以講互相利用，向下來生存。原來係咁呢。唔過像你所講嘅呀，麻果啊，就係按做得來食嘅愛玉子啊嘛，對不對？奧藥子啊，唔過像呀果子按樣辦加工變到呀奧藥子，都係像泰國同大家講下冇。啊，像了解你拿了種嘅果來食時節，做得熟嘅果，摘下來呢，你刮下來以後水洗。哦，咩做得咯？係，啊，你個來水洗以後吼。失敗有甜味，從你倆，從你打開了以後，從你濕，你咪做得人哋食。哦，因為從我頭版可能有看到愛玉本人發現，就係因為講可能佢啲樹康跌下來，跌下來以後本嘅跌到河壩底度，河壩底度落啊，嘅水就有些黏搞着的嗰種感覺。都會講治療你呢常識都試了，像你攞杯賣咁。無花果嘅感覺嘅人不過你做唔定用呢種嘅來做奧藥嘅人，用慢講呢，你阿該你拿削皮要去配，會變有18酸味，高熟嘅。古時做唔得，用暗熟嘅。暗熟來做成唔高熟，所以你摘嘅呢，強嘅，可以摘做唔咩強嘅，6個18呢，你阿搭嘅你阿該可以6變薄。變黃以後，佢都有8分9分熟，8、9分熟以後，你摘下來以後，第1點呢都會削皮，皮可以用嚟削剔，佢那皮冇削剔，剔盤就你配呢凍浪時間，第2點呢削皮以後，你要破開來，破開來以後呢方便你要變，從日都係你變過，你話變過嘅目的呢？變開了以後，佢當好配。啊，按樣行可以配皂，就係個配皂，削皮削剔，
变开来拍照，主要目的是用你去保存。嘿，总唔得摕高温拍错嘛？摕高温拍，因为佢了解地杯了解你讲嘅烏油嘅膠質呢，會配快鐵。所以我哋那一講削下嚟以後，普通鐵階段呢，我哋會配本嘅氧好變，溫度差唔多啲嘅40到45度。配差15點鐘，佢會變軟嘢都變開來。變下嘢，從天氣階段呢，我要45點鐘嘅時間，然後配差唔多溫度呢38度到40度，然後配一種平常時我配上配60點鐘。哇！啊，第二個目的都係講，過去嘅做法用熱頭嚟配。唔講熱頭嚟配呢，倒到落水，冇問題，係冇啱布頭，佢會生菇，生菇以後你品質都唔好。你人講嘅都講，我本來品質好，我要呢現代化做法。古時唔看哦，烏油子啊，佢本來嘅生態就動神奇嘅。韓國家嘅烏油，原來烏油子係上到按樣，同果皮連口香係上到按嘅哦。唔過所以烏油子按樣版色，將佢鉗到紅色，等下節目轉來再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先休息一下。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，我係總一群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吼，要同大家來分享吼。哇，阿權妹我真好食咧，就係烏油凍，沒有人講係乒乓凍哦。啊，今日節目當中吼，剛才有同大家來分享到烏油同愛玉小蜂，他們向上的一種關係，對不對？哇，這家種向上的關係，手機睇以後，接下來就會同大家來分享烏油子。烏油子上來應用版寫，將會寫到好食，有那條要注意嘅，就會來請大哥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好，烏油子，你普通會寫些吼，提點都係你講水質。水質，輕鬆嘢。係，你要用你嘅過濾水，也用你嘅。淨過嘅水裡邊用蒸餾水嚟洗吼，因為佢地方冇礦物質，所以你洗唔起來。啊，有人韓國呢，啲大概 pH 值那一講啲7以下，基本洗唔出來。太酸呢？酸嘅水裡邊嘛洗唔出來，啲鹼性水裡邊做得。做鹼性水做得。鹼性水佢係礦物質離子，礦物質離子啲水底度佢係。鹼性水也變離子性，其他礦物質的酸性水底會變鹽類，所以變講酸性水底邊你都冇礦物質，礦物質離子沒有礦物質，礦物質會有離子性的礦物質在水底邊咁樣寫出來，所以講聽說我有金屬元素都隨着底度這樣做得寫出來。沒金屬元素，金屬元素啲底部亦都變重金屬誒。礦物質就對。礦物質，你講嘅礦物質像鈣離子，你啊，或者是你講較偏石灰質的那個水。金屬離子的話，礦物種那種都有毒性的，所以你喺水底部做唔到有金屬離子。咁唔過，像一般人啊，佢哋冇辦法了解到，烏卡嘅水算來係有啲礦物質冇。然做得去那本清風片浸到呀，做得寫愛玉凍嘅水質係用辦去浸好。做得一定方便對講，到那個大賣場裡邊有去浸到，佢個大賣場是有經過。放鹽過有成分會下，佢當部有一個天然的天然的水，有地部有礦物質的水，你買嚟洗都做得。有一個你不卡地部有兩個自來水，自來水地部你煮開煲去煮，唔好開唔定，開煲去煮以後，佢濾佢都會蒸發退了，佢安全的水嚇，你嚟洗該是冇問題。所以第一點你注意水。第二點呢，我看兩個你嘅鹽好壞。
洗迄个动茶油茶动多，哦，我了搭尾我有准批的，准批了个人呢，因为我洗了个咧，因为爱分大家看，转过来。伊爱洗咧口感要当注意，你讲像当当伊用骨的来穿咧，吼，伊都洗较软掉诶。哦，用吸管穿咧，伊就爱做得较好嚼，做唔得这么动，按钳东钳到按倒。啊，你那讲我用铜匙洗咧，哦，就做得较动掉诶。啊，基本我了是我用铜匙洗咧，所以我要洗到60倍。哦，我了特别迄700cc 的水，我用新一点，刻咧了个很精准，了个人吼。啊，落去时，你要先浸本去洗。当然，因为迄啲了方有冇，你要洗以前，你水要洗当枪，吼，你水底要做唔得有油，你碗要做唔得有油。我呛你嘅碗。所以你碗底部那有油，你水有油都洗唔出来啊。所以第3点，重要对讲，你某个底部要呛以后，水要有矿物质，人要好，再过来要浸本去洗。比例这个是以我讲60，系60倍，60P 嘅比例，系啦，60倍用铜匙来洗咧，从洗到以内硬硬是用穿唔起，穿唔起来，啊，係講用吸管來穿嘅，反正就做得洗下比例，下洗到從外啲嘅人都洗到100倍啊，100倍，嘿，100倍，1比100啦，1的紙，100的水，係樣，一克咧了个水洗100cc 的水，1克的盐，对，1克的盐洗100cc 的水。啊，呀，它洗以后，因为呀，它没有懂得引出呀面推呀，係講做得用呀石曼來洗，對不對？动作主要是你石曼没做得，面推没做得，主要是讲你防偏就好。你不看底部有枪的石曼，啊石曼来洗，因为你推嘛，总唔得拿粗粗嘅石曼。当然，跟你讲，石曼来洗好处那个，其实石曼擦佢擦是鬼眼眼，所以你看唔会有撩人的情形。啊，将来你啊推，佢擦呢有了个夹线的素材呢，假夹会撩到人出来。哎呀，洗嘅通常用板洗下好呢。嘿，了个洗中落对讲，像我你啲了个洗者，我底下开始洗本太好看，啲了个水底杯，你也有浸的，浸本了个盐油嘛吼，我油本佢湿，因为你配走以後，佢那個鹽那冇濕啊吼，佢搞都洗唔會出來。哦，將來你要先本佢裝滿濕到，你開始來搓。像哎呦，像糯啊。糯啊有嘛吼，我啲了我本佢我見糯，我糯見杯下，我嚟水我見落來，水以後啦，佢搞當杯慢慢嚟出來。你是像洗衫褲吼？中意啦，有個人啲啦，伊呢確定伊呢洗，伊呢洗了兩邊的人呢，就冇洗到都打上。啊，你一出來再你看到開始有兩個，就變黃誒。佢有兩個插子出來，真是咧哦喲，洗是因為老人佢有兩個插子，所以呢，老老輩講嘅，你一般化學都看唔到呢種插子。就是有一些的，像係一條麥啦，一條東西，天然的醬油按用嘅插子都低度，係個調和化學嘅就冇。係，像嗰啲咧，因為以後，但大家看得到，果膠出來。有一些看到動到，會看戲哦，嗰樹蛋糕大拇哥那裡有冇？看了有冇？你啲果膠都會出來。有。啊，你果膠出來時，佢當濃，當然喺水底表有冇？就稀釋掉了。會嚇夾掉嘅有冇？會攞佢拉，而冇水攞佢拉有冇？佢會先結凍，啊，而洗起來嘅口感都唔好，不平均，唔會平均，所以你見洗。按用洗一下就有厚厚的感覺嘅呢。像你見洗吼，你啊摸嘅地步已經拉起，你啊冇見拉起有冇？佢要前後嘅了解結凍嘅都唔同，像你了要印得出來有冇？佢嘅果膠要見出來，好，所以你要見得會變拉本嘅圓來。按用洗差唔多要洗幾久？從來都是習慣嘅吼，
差唔多6到8分鐘都做得。6到8分鐘。啊，那較唔曉洗嘅人吼，會洗差唔多10到12分鐘。啊，洗好以後呢？迄假使講，也洗到差唔多誒。你啊洗先，你洗有冇？像你洗，你啊開始洗油了個搞出來嘛，吼，這樣搞出來，你見啊。開始洗家，你啊個人很白白，你呢洗家，你感覺哦，你將唔看你個果膠很幾見出來，啊你啊都當開始當轉料誒，啊見你有冇將你啊因我洗到有冇你個人有冇變沙沙，將沙，你係將你沙一樣誒，搞隻洗槍誒，搞洗槍誒，你啊天點對個洗到到每一時有冇吼，就會變了個有了種誒當油的兩個泡出來，油泡出來都會加搞膜嘅，變油泡出來，你睇都結束嘅。所以而家見洗見看見料。好，泰哥按樣做得咧，我們示範給觀眾看。好，按樣迄講洗好。洗鞋有冇？將來你洗鞋有冇？吼，做到每一鞋有一個動作當中就都會講洗啊，一天會拉本去潤。你一冇本去潤以後有冇？吼，佢個地杯兩個氣泡啊，吼，每啲地杯人家口感會冇好。好，泰哥，因為節目時間有限啊，泰哥啲樣板洗，各位以後就會留去冰的嘛，對不對？做唔得統計。差唔多冰本期15分鐘到20分鐘。15分鐘到20分鐘，按樣就做得咧。啊，迄講像按樣愛玉，根本嘅泰哥咩有帶先前已經洗好乾凍嘅歐油本來食，對不對？故說一下就來吃，可能會很凍，有冇？這個也是61:60的比例嗎？嘿，你還要找形式。好 Q 哦！呀，所以來看。黏黏滑滑，唔係像果凍脆脆嘅感覺。冇咁樣，因為佢哋係算講係啲天然嘅，天然嘅果膠。係果膠，然後攞杯冇咁樣，是種我哋孫嘅吼，佢細啲攞杯傳統習慣嘅，做咧適當嘅，你要做啲寒假暑假，可能做啲木卡啊地杯吼。做你加工加破嘅木頭，而當暗半啊習慣咧，你啊去攞杯傳統嘅種，結果買凍唔是咧。哇！口感冇咁樣。唔過像按樣嘅愛玉凍啊，除咗直接食以外，聽講泰國還有其他色嘅方法做得手機本太假哦。當然，你係食地杯有冇？你甜嘅地杯，做得用你鐵條粉。鐵條粉咪做得，溫鐵條粉。溫鐵條粉咪當好。像糍粑按用溫。係，你講嘅用溫水嘅方式嚟食，多條鐵條粉係食。韓國人紅條嘅、綠條嘅，通通做得。韓國人啲冬瓜，還有呢啲黃梨醬，然後都凍到甜嘅做人食法。有啲人就講，因為食還有配啲方法冇，有做得是鹹嘅。鹹嘅係，像比如講啲煮排骨湯。又係講我哋煮雞湯。等下煮排骨湯，睇下有湯唔錯冇？排骨湯，天意咧，當衝突嘅地方是幾鹹嘅。天意係少嘅呢。係，啊煮了歐油凍啊，唔驚少。人家講假嘅歐油凍，不用海佢都用得咧。嚇！真嘅歐油凍，將了排骨啊，也係雞湯啦，也係講卵湯啊，嗬，你煮好以後。我關火以前，你切一塊，不用下去火關它，因為佢熟嘅東西唔是個燜咧。人家講磨熟，你都喺火煮下就叫做燜。你但熟嘅東西，我關火以前不用下去到啫，你唔會用，試下口感嗬。人家都下去燜，試到要停硬。人家關火以前倒下去，試睇要變較軟。真是咧，歐油呢，倒下去唔會用。好，安尼好，外地嘅原來做得少嘅事，唔過好有關生來也歐油啊，少少是係乜嘅口感，韓國佢生來係用板正經做得少嘅事，唔會用法嘛。你下一段節目中嚟做聲音俾大家看，我先休息一下。
福喜來嘅節目當中，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芋油也好食嘅東西，大家都懂好食，尤其當時係熱天。唔過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，原來芋油咩做得小小食，剛才有講到做得小小食唔可以用嘅，對不對？因為這件冇乜嘅上心嘅，因為你看人種過冬愛用嘅東西。就係煮誒會發鐵啦，而韓國老幾邊都排骨同樣係雞同底度來煮。嗰時今日節目當中，阿權我愛帶大家來做實驗。好，先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我們講的一般市面上的很多調和的愛玉，就係泰國講佢煮會用嘅，這也是我一般腦袋裡面吃到應該會用嘅冇唔錯。這個調和的愛玉，然後佢邊都鑊嘅底度，然後佢加燒，看佢會用嘅冇，然後鑊嘅有燒嘅，我就來邊落去哦，有燒嘅感覺。好，等佢一下。等下會用題目，也就等佢用嘅一段時間，係唔係先請大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？呀，其實芋油籽啊，啲原本係野生嘅咩？啊，唔過野下已經有大量啲嘅種嘅，呀品種同野生嘅有冇共樣冇？可以呢講對講，芋油啲台灣頭都台灣梅呢土芒油，你經過幾萬年來以後。因為捧嘅傳嚟傳去以後，都要分好啦，唔好。哦。所以你政府呢，故意啲個芋油籽係啲個農林堂下邊林務局嘅林下產物嘅個東西，較做係用標山林嘅東西要用標嘅。因山當摘下來以後，當到芋油籽冇問題。政府為了了選到好一點嘅芋油籽，你要有本你了個苗栗改良廠，啲台灣每台灣頭去選了個好嘅種出來，選啲好種出來以後，你實體來提點對講輸型嘅動靜，提點改動態，第三點譬如碰字去多，產量去高。都因啲個平地化，平地化以後，因啲農民耕種都唔使咁辛苦。像過去山東，我去北到啲泰山東，啲後生唔敢北嘅，北到哦腳大搖搖啊，老人家已經冇呢套北嘅，所以佢用平地化，平地化改良廠要推出啲個苗栗以後，咁樣，所以你民間沒有啲個種，民間沒有人嚟選好一種。來種咩油？哇！所以台灣啲芋油呢，有啲個漸嘅發展以後，有政府推出嚟啲個好嘅品種，係沒有民間高，又好產量又多，係又多，又好種，口感好，民間沒有來呢啲方面要推出。哇！啲人講嘅時間嗬，我哋來看一下，呢呀。呢個煮嘅芋油凍，有看到冇？換鏡頭看一下，發水嘅，有看到冇？哎呀，發水嘅，有冇？哦，已經發水嘅，我攞佢倒出來，倒也穩啲都俾大家看。好，剩一啲啲嘅凍，但大部分已經發水，迄個我煮還較久。因為櫃下用嘅，櫃下嘅全部用嘅，錯冇？啊，唔過曬下來我愛繼續來煮嘅係翻泰國帶來嘅芋油凍，然之後來煮看下佢會用嘅冇？好，櫃底我就要佢放落去了。嗰陣你講芋油凍、芋油籽，也只酥也只果子，都得產出也芋油。啊，唔過也。芋油用嘅脫線，這樣做得脫到好嘅芋油籽拿來做芋油籽咯。係因為芋油籽，你要選到好嘅，佢搞芋油凍嗰時就有冇嗬？我要八九分熟嘅兩個人，佢會變黃色。哦，所以人家看得到兩個都會過熟嘅逼出來，兩個半解通過濕到以後來傳種。幾方，你嗰啲八九分熟以後，做起來嘅人會有較黃，較黃啲喂，係較黃色，因為洗起來，兩個都會當好。那個你摘到兩個嘢人，
天嫩，你啊种个人都会天嫩。古时候人去那边买澳油籽，爱来洗嘅时节，人就爱来烫了。嘿，你去烫，你个人有冇较黄色咧？像个你掠因过熟色的人，你个人要加当熟色。啊，你个人都较无熟色。哇，我还老到有洗较沉的，可能有较熟哦。冇，唔系较熟的人会较黄。嘿，掠个都会较无熟的人。较无熟，咱唔係講較無熟，洗起來是只有冇吼，佢冇按扣。天點佢洗了個配數呢較大，冇辦法像你洗按個配。佢洗起來感覺較綿，冇按扣彈好食。古時候像呀甜鹽嘅東西吼，呀好品質同唔好嘅品質，洗起來就有差誒。當然，因為農產品嘅東西，農產品嘅東西本來佢都有一個差別，吼，啲嘢種，啲兩個菜秀，啲嘢製作方面，它不可能標準化啦，它一定會有一點差別。咁我唔作梗有差，啊工業性咧，工業產品都冇共用，全部共用，係佢 SOP， 米是共用，貴下通，品質共用，口感共用，係，係因為佢係工業化嘛。啊，農產品咧冇叫，不過你水果也好，也係講你嘅天然嘅東西也好，都有啲差別。所以教大家用嘅來買，當做嚟買嘢都品質好嘅，就係愛買金黃色嘅，對不對？過熟嘅要熟嘅人。係，好，人家好做嚟來看一下我們的愛玉凍，真見咧，哦喲，佢會不該煮熟嘅，佢還係規隻凍狀的耶，對不對？它完全就是只有變得以前它軟一些，但是佢冇用嘅，唔會化水，佢還係一塊一塊嘅，對不對？而且俺煮凍酒，其實佢加滾凍酒比你菠蘿更滾嘅，對不對？佢還係有凍狀嘅感覺。啊，而家有冰水地杯煮有冇？佢要熟個球。哦，要熟起來。係要熟個球叫水些。哦。啊，你做的比較，嗰種咧有冇有水？哦，有冇變水？這個有水。哎，啊，你冇水。這個是調和的調和的澳油，就會有水。哎呀，有沒有？還是凍的感覺，姜條看得出來嘛？但佢係凍的感覺，所以真件係冇共用嘅。冇唔錯。假日以後都一般的老闆人去買澳油，你要講你係真嘅野價，提點用少。以後當然也買冇咁簡單，提點呢真假嘅澳油有冇動錢？去市場會看到嘅一袋動態殼咧。我嗰邊動錢，冇看唔到人哋插枝。哦，像天然嘅澳油，佢看起來會有一些咧圓糯嘅感覺。啊，如果係要掉插枝地波已經粗加有冇？加冇有插枝。加有看到。會出來。第三點有冇？其他講你嘅看人哋澳油要出水。到天然你買咗你以後，冰定佢要出水。哦，佢煮唔會用鐵，唔過佢冰會有一些咧出水。係要出水。啊，人家講你看到買東西哦，保證600日，而家做嚟哦，保證期600日，嗰度唔係。你嘅兩個真嘅澳油，3日以後差唔多存1/3變水嘅。會見來見花體。係見花體，所以講你嘅保證到600日，佢保證嘅係。啊，過來呢，佢那有添加別種嘅東西，還要洗唔成功。所以佢兩個東西呢，懂要求，懂古德。你那老別種東西，老得呢，是冇買不成功。原來係按呢。唔過吼，像按用嘅澳油籽，買張衣服卡，一般買可能會買凍凍，因為你看像泰國人對花蓮來嘅，去花蓮這樣買嘢都一批呀澳油嘅鹽轉到不卡，然後冰啊，按用嘅來保存，當中嘅保存都較好，品質會較好咯。一般的家庭也唔係你講嘅，大概做生意人，是講買吼數量唔是買咁多，因為你感染加，因為你少
社會了解包裝伫尾本來伊嘅成本較高，你唔是去談了解講哦便宜到幾多，你買咗嚟買到真正嘅東西，標的你嘅平常嘅代價，啊，然後用時嘅用嘛，最好你嘅家庭嘅用幾多，100用到量。清開了以後呢，分開了保存，標的平常。先分裝。係分裝，要標的你平常嘅代價，你冷藏。你冇，因為冷藏也有嘛，你標你平常嘅溫度地方，佢會出補。會出補，天點有冇？佢會洗，佢會搞嘅，因為佢會生嘅東西，佢會降下來，所以呢，標平常佢會被衰木。哦，你用些算休眠的感覺。係，啊，拿出來以後，本期有冇？而且以前，哦，拿出來本期，想一下。哦，回溫一下。回溫一下，會想一下有冇？一來洗，該洗到當好。不用平常做得不用幾久。係，中條仲係你帶一條個早嘅冇皮嘅，假如你要帶皮嘅有冇？就不用3年。哦。啊，啲冇帶皮嘅有冇？吼，2呢就不用1年。1年，故說大家要記得咯，用板托好嘅奧油，韓國愛用板來保存，大家要記清楚哦。今日也當神夢范太哥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。冇客氣。咩神夢電視機，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來做運動哦。